传统的主动脉瓣膜手术开刀是开患者的胸坎，那阵患者身体无好就较无适合。即马有新型的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手术，通好让这患者做选择。这个手术的空喙真细，复原也真急。较早爬去七八坎嘛，就一定爱迄棍啊，喘过，才会使搁行啦。即马免啦。2楼甲3楼爱迄3摆。 80多岁的黄先生过去常常会喘，去年11月发现是中度的主动脉瓣膜受压，今年7月份变重度，赶紧开刀。另外一个要70岁的欧女士，今年9月份确诊重度主动脉瓣膜受压，迄时随时拢有可能会死亡。我心脏没有喘，可是会蹦蹦蹦跳，第2天就住院检查。 接着就手术。80多岁很多我们讲的，不管是男士或者是女士，大家都会觉得可能80多岁活动容易喘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好，所以也没有太去在意。主动脉瓣膜受压是一种退化性疾病，会造成血流过心脏的方向无正确。70岁以上的时代，有3.4%的人可能会有重度主动脉瓣膜受压。 除了传统需要开胸坎的手术以外，现在是有新型的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手术，空喙细，过2天就通出院，通互民众选择。但是若无健保给付，收费真惊人。 健保主要是针对无法开刀或是属于高手术风险，这当然呢有我们的评估标准。手术到出院，那这个瓣膜还有一些其他的健保不给付的东西加在一起，130万到140万之间。医师提醒，严重的主动脉瓣膜受压有3大症状，会感觉胸坎痛、昏气，亲像高喘这款心脏衰竭症状，提醒高年龄层的人爱注意。另外，亲像最近温差较大，较高发生心脏方面的问题，提醒民众爱注意温差，穿好少，加补充水分。记者关长随台北报道。